政府组织改造拍算要甲原本经济部的地质调查所甲矿业管理业务合并，来成立矿业管理甲地质调查中心。今仔早起，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的指出讲，台湾直接发生地动，地调所无应该降级。地质学会理事长嘛是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嘛表示，地调所无应该改名，嘛无应该降级。地调所不能降级，不能改名。党的原因，短暂的触动拢是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的业务，因为政府要推动组织改造，有加甲地质调查所参矿务局来合并，改名号做矿业管理甲地质调查中心。不过学者认为，本地地质调查所的名甲国际较一致。我们就是要跟全世界的民生对等，所以将来我们在跟全世界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认为台湾怎么没有9楼这个设备？那个是一个什么空业管理，什么地质调查是什么东西？有民间团体表示，地质调查所的业务嘛甲地力开发、利用化碳封存有关，这拢甲未来的净零碳排有关系。要改造，应该升级，袂当降级。台湾有非常丰富的地热，未来是可以取代火力、燃煤电厂的。那这些资源，它其实都需要相当多地质调查。这地质调查不是传统的地质调查，它有更先进的地质技术来做，所以它的人力的扩编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两者之间的专业技能基本上是高度的重叠，整并在一起的话，我想人力的应用更能够具有弹性。经济部表示，合并会当增加人力。若目前因为政府组织改造的版本，正伫立法院来审议，名称通过讨论。地质专家陈文山表示，矿的调查一直拢藏伫地质所内，阁有研究断层等等的工课，要改名嘛应该甲地质调查放头前。记者梁文杰桂林台北采访报道。